看世界卫生组织伫2018年哦，甲囡仔上买电动无材料控制来做精神疾病一种哦。国家卫生研究院嘛将对全台湾8000外囡仔来做调查，发现讲伫台湾有3%的囡仔有一款镜头，比西方国家的1%哦加3倍。 囡仔耍手机啊，愈耍愈迷，就亲像伫游戏的世界中毒共款。世界卫生组织伫2018年就一定甲囡仔拍电动拍甲掉咧，情形列做精神疾病一种。有医生指出，现在囡仔掉伫网络世界的状况，尤其比社群亚疾更较严重。 对于大众来说，比较需要知道的是，我们常常都只讲网络成瘾。那实际上，有被国际学界认为是一个可能有达到临床问题的，应该是这个网络游戏成瘾的部分。国卫院也针对全台8000几个儿童青少年做调查，发现台湾有3.1%的青少年有拍电动拍甲掉咧情形，比西方世界加出来3倍。另外，医生也提醒，伫咧网络世界通常和压力有关系，囡仔无想要面对现实，才会秘伫咧网络。医生提醒家长唔通用激动的方式来禁止，避免囡仔出现无助的镜头，也是无好的情绪。有是寡挫折，伊就想讲要秘伫迄个游戏的世界内底吼。这个时阵，咱若是讲突然之间吼，大家对网络这个世界中断，伊的迄个情绪会很激烈吼。 医生也强调，要判断囡仔是毋是拍电动拍甲掉咧，毋是干那看医生偌久，重点是爱看囡仔是毋是影响到健康、校园生活、人际关系，甚至无法度和人正常来交叉。这款镜头若连续一档，就要找找医生的斗相共。记者戴阿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